我係東東，細個就好鍾意表演，芭蕾舞、拉丁舞，甚至粵曲大戲我都學過。但係第一次見到藝術體操嘅時候，嗰件閃閃發光嘅體操衣，見到音樂同埋優雅嘅動作完美結合嘅一刻，我就知道係佢啦。每個星期我最期待嘅就係李教練嘅體操堂，佢嘅鼓勵同埋笑容令我愛上每一個動作。但係1年之後佢就要離開啦，最後一堂我忍唔住攬住李教練大喊，唔想放手。為咗再見到李教練，我從來都冇放棄過。1年之後喺比賽場上面，我哋終於再次見面啦。佢拖住我隻手同我講：東東，繼續堅持落去，你一定做得到。嗰一刻，我有咗一個新嘅夢想，就係成為一位藝術體操教練，好似李教練咁。而家我真係成為咗一位藝術體操教練，就喺細個練習嘅地方，地點一樣，但係角色唔同咗。雖然好攰，每日都要重複示範同埋講解，但係當我見到學生完成一個又一個嘅高難度動作，將唔可能變成可能嘅一刻，嗰種喜悅甚至高過自己做到，呢一切都係值得㗎。因為我明白，夢想唔係用嚟完結，係用嚟傳承。